社會對安全套有好多唔同嘅迷思，所以 Sagami 嘅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商務工坊 Sagami Workshop 透過帶領參加者代入 Sagami 喺工場生產嘅過程，了解 Sagami 作為一個認真、堅持高品質嘅品牌，點樣認真製作安全套，再交到消費者手中，亦會解答大眾關於安全套嘅各種疑問。自2014年起， Sagami 已經舉辦咗多場工作坊，合作單位包括大學、大專院校同 NGO 等等。而呢一次 Sagami 嚟到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為一眾老師同埋中五、中六嘅同學舉辦商務工坊。參與嘅師生覺得活動點呢？而校方又點解會邀請 Sagami 到校舉辦工作坊？一齊嚟睇下啦！我係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蔡子良校長。喺學校雖然咧性教育都係一個都既定都要去教學生嘅一個課程或者範疇，咁但係因為都係會比較保守啦，同埋避忌，咁所以有時可能去到個性教育咧，我哋都會依循翻即係教育局嘅規章啦去處理啦，即係個彈性好似唔係咁大。咁因為喺中學教育裏邊啦，咁小朋友嘅年紀就啱啱係青少年期啦，可能對於性嗰個嘅一啲嘅一啲嘅接觸啦嚇，或者即係對於一啲嘅知識嘅追求咧，係即係比較係有確實嘅需要嘅。咁當然啦，係一啲嘅課程，例如科學科，佢哋都會學嘅。咁但係只係可能係一個理論性啦。咁但係喺日常生活咧，我知道咧喺而家嘅現行制度喺大學裏邊咧，其實都一定好大力咁推行呢一個即係性教育啦，或者點樣有一啲安全嘅性行為嘅一啲嘅知識啦，咁其實中學學生我哋都覺得係必須要有呢一個知識嘅。我係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輔導主任黃曉玲老師。其實喺學校推行性教育嘅挑戰，我諗有幾個嘅。第一就係個時間啦，因為始終課時啦就冇一個專門係課性教育嘅課時，即係俾到學校去做一個性教育。咁而家其實我自己啦，本身都係教科學嘅，咁一啲性教育咧都可以喺中一啊或者中二嘅課堂咧，就都可能有大約1個鐘左右嘅時間去即係講一啲關於性教育嘅課題。但係你話真係講性教育嘅時間咧，其實就真係冇一個完整嘅時間啦。咁另外第二個挑戰其實就係即係一啲訓練啊，因為始終我哋老師啦，其實係欠缺一啲專業嘅訓練咧，即係讓我哋去有一啲足夠教授性知識嘅即係訓練。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呢兩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其實我覺得製作安全套呢個係一個即係引入方式啦。始終同學仔喺學校接受性教育，好多時形式都好受限，例如係講座啊，或者一啲工作坊啦，即係都係一啲單向接收。咁而其實我覺得呢個活動好特別啦，因為第一可以讓同學真係自己製作一個安全套。咁而喺製作嘅過程，我都知道即係都會有一啲性知識嘅教授啊，例如點樣使用安全套啊，或者點樣挑選一啲安全套啊。其實呢啲咧我自己諗翻我讀書嘅時候都冇人教過我哋嘅。咁有一個咁樣嘅活動，真係讓同學去親身接觸製作安全套，再用呢一個引入去學習一啲關於安全套嘅性知識，我自己就覺得好特別，同埋一定會令同學印象好深刻咯。初中嘅科學科啦，其實因為我哋會學生殖啦，咁我哋中間都會去教一啲避孕嘅方法啊。咁避孕嘅方法其中一個我哋都知道係安全套啦。咁而其實我哋高中嘅性教育課程咧，其實我哋每一年都有2次嘅，係啦。咁其中中四啦，我哋都會教同學點樣使用安全套嘅，係啦。咁我哋都會有啲道具啦，同埋我哋都有安全套咧去教同學使用，但係其實都只係嗰1次啦。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呢個活動都好好嘅，都真係讓同學啦多啲時間，亦都多角度去接觸安全套，咁令到佢哋即係個印象更加深刻咯。我自己覺得係即係非常之必要嘅呢件事。Sagami 一直致力提高安全性行為嘅意識，
所以將商務工坊分為設計、生產同埋品質檢測3個環節，確保年輕人喺第一次使用安全套之前就已經能夠掌握正確嘅使用方法，從而達到避孕同埋防止性病傳播嘅效果。喺設計嘅部分，我哋會講解安全套嘅規格、包裝、唔同嘅製作物料同埋尺寸，幫助參加者深入認識安全套。之後，參加者會使用100年前嘅技術，體驗生產部係點樣製作一個乳膠安全套。最後，我哋會分享安全套喺出廠前進行嘅品質檢測，講解唔同嘅程序可以點樣確保安全套嘅效能，亦都會探討潤滑液嘅具體作用。完成晒成個工作坊之後，我哋仲會頒發證書俾參加者。到目前為止，日本、香港、台灣同新加坡已經有合共超過2500個參加者參與過商務工坊。你好啊，我係青松中學嘅譚老師，我係任教中文科。我係麥老師，都係任教中文科嘅，同時係輔導咗一位老師。其實每一個環節咧都好深刻嘅，但係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應該就係最尾嗰個 Q&A 嗰個環節，因為咧Henry 其實都好細心啦，咁佢從呢個避孕套嘅材質啦、個厚薄度啦、一啲迷思嘅方面啦，咁就去教我哋啲學生。可能有啲人覺得啊，會唔會越薄就越易穿咧？其實佢就用行動話咗俾我哋知係唔會嘅。咁我見啲學生咧，其實都玩得好投入啦，亦都掹得好落力。咁另外咧，亦都有介紹咗一啲潤滑劑啦、水性同油性有啲咩分別。其實呢一啲咧喺日常嘅教學入邊咧，其實係唔會教到嘅。咁如果等到佢哋真正去接觸性呢樣嘢嘅時候，先至再知咧，其實就太遲啦。換着我咧，其實我都唔係太清楚原來有呢啲咁樣嘅分別。所以咧，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應該就係呢一個環節。呢一種形式嘅工作坊咧，其實我認為係對同學嚟講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咁啊，一般嚟講咧，啲同學係往往都係聽人哋去講解，都係一個單方面接受資訊嘅過程嚟嘅。咁對佢哋嚟講咧，佢哋都只能夠係站喺一個係好似旁觀者咁樣嘅角度去了解一個資訊，甚至乎佢哋對於一個對於嗰個當中嘅投入程度咧，亦都係相當低。佢哋會有種感覺可能事不關己啊，或者甚至乎咧冇乜動機去了解嘅。咁相反啦，而家一種咧創新形式嘅工作方法，反而俾到同學有一個機會落手落腳去做一啲嘢，咁啊喺過程中咧既有趣味性啦，亦都有資訊性，咁啊可以等佢哋咧更加投入、更加深刻咁樣認識到呢個使用安全套嘅一啲方法啊，甚至乎一啲更加正確嘅性觀念。其實今次嘅工作坊咧，我覺得係比我預期嘅反應係好嘅，因為其實開頭我都會估啲同學仔會唔會都尷尬啊，即係例如去到中間有啲位係會淨拆個真嘅安全套出嚟，做一啲拉力嘅測試啊，或者係做一啲即係點樣先可以令到佢整穿啊嗰啲測試，即係我預計會有呢啲環節嘅。而其實我本身預計同學仔咧，佢哋會比較尷尬啲啦，又會可能唔肯整啊，又會可能嫌佢會可能會油啊咁樣。咁但係好多同學咧，其實一路活動嘅時候咧，都好興奮，同埋佢哋都好投入。即係你甚至乎有啲同學同我講話今次其實佢哋第一次接觸安全套，咁都真係老師啦，都真係有好認真去教授同學點樣使用啊，點樣揀尺寸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哋學校係會繼續舉辦一啲類似呢一類型嘅手作嘅工作坊，因為始終都係頭先講過啦，以往嘅性教育其實都係比較即係單向式嘅，即係一啲講座啊、一啲工作坊啊，咁其實都係可能同學仔都係單向啲去接收。咁但係今次呢個工作坊其實係好好啦，因為頭先睇到同學咧非常之投入，其實都俾到信心我哋咧繼續舉辦一啲類似嘅工作坊嘅。同埋頭先其實有啲同學仔喺門口嗰度見到我哋今日有呢個工作坊，佢早前冇報名嘅，佢都話下次如果有機會咧，佢哋都好想參與。
我絕對會推薦嘅，因為其實佢即係Sagami好好啦，佢哋成個 workshop 其實佢哋嘅內容啦都係非常之實用啦，而其實好多嘅內容咧，學校嘅老師咧係冇辦法教授到啊，即係始終專業嘅即係安全套即係嘅使用啊，或者揀尺寸啊呢啲，始終可能老師我哋自己都冇受過呢一類型嘅訓練，咁我覺得由專業嘅人士去為同學仔啊，甚至乎我哋頭先同事去講解咧，其實係相當效果相當好啊，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即係都會好推薦，即係其他學校啦。或者我哋亦都會再下年繼續舉辦呢個活動嘅。今日就體驗咗一個手工製作condom 安全套嘅工作坊，我哋都學習咗好多去用安全套嘅知識啊，同埋了解咗好多安全套嘅用法同埋製作方法。我一直都知道，同埋透過學校嘅性教課都知道安全套係有分正反面嘅，但係透過今日呢次活動又更加去清楚點樣先至去分得清安全套嘅正反面。就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可能參加今次嘅工作坊先至可以再更細節地去知道嘅一啲知識咯。會啊，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工作坊係可以俾好多人知道，其實安全套嘅分別啦，同埋亦都唔係咁容易爛咯。我會推薦其他同學都會參加呢個工作坊。如果你所屬嘅教育機構或 NGO 有興趣舉辦商務工坊，歡迎瀏覽 Sagami 嘅網頁了解更多資訊，亦可以喺網頁揾到聯絡我哋嘅方式。簡單講低你嘅需要，我哋會盡快同你聯絡。希望可以喺不久嘅將來同你攜手，將正確使用安全套嘅知識推廣俾更多嘅年輕人。